一、親愛，親愛。二、濕，濕。三、惦記，惦記。四、佔用，佔用。五、邀請，邀請。六、慶祝，慶祝。七、捨不得，捨不得。八、美夢，美夢。九、讚賞，讚賞。十、安慰，安慰。11、值得，值得。12、刻苦，刻苦。13、責任，責任。14、辦法，辦法。15、祝福，祝福。16、忙碌，忙碌。第11課課文：給爸爸的信。親愛的爸爸，冒號。第一段：你好嗎？問號。這些天我總是惦記着你。句號。第二段：當你加班回來。逗號。讀到這封信的時候。逗號。我已經睡了。句號。明天早上。逗號。我醒來之前。逗號。你又上班去了。句號。第三段：近來。逗號。祖母告訴我。逗號。她每次見着你。逗號。都會說同一句話。冒號，開引號。你瘦了。感嘆號。閂引號。爸爸。逗號。昨天晚上。逗號。我夢見你。逗號。一個瘦得我認不出來的爸爸。句號。我哭了。逗號。把枕套也弄濕了一片。句號。第四段：雖然我有許多天沒有見到你。逗號。但是你每天還是給我在學生手冊上簽名。句號。每天。逗號。我總要把你的簽名看了又看。逗號。摸了又摸。句號。我這樣做。逗號。你不會說我是傻丫頭吧？問號。第五段：再過2個星期便是我的生日了。逗號。我可以邀請同學來家裏一起慶祝嗎？問號。到時候。逗號。他們便能見到我的好爸爸了。句號。第6段：爸爸。逗號。對不起。逗號。看這封信。逗號。佔用了你睡覺的時間。句號。請你早點兒休息吧。感嘆號。希望你看了信會睡得更甜更香。句號。第7段：
放在信邊的巧克力是老師獎給我的。逗號，我捨不得吃。逗號，留給你。句號，祝頌語，祝你有一個美夢。感嘆號，女兒佩佩敬上。4月2日。